大甲妈绕境回銮昨暗到彰化市，不过时间是延迟2点钟以上。到永乐街天后宫主驾已经过饭点咯，所以所伫这个妈祖的銮轿，敢若主驾2分钟就搁再出发，创下史上上短时间的主驾纪录。12号暗时啊，大甲妈绕境回銮第7天，妈祖銮轿进入彰化市区。原本约定当暗9点半就要自驾永乐街天后宫，不过因为沿途迎接的信徒伤济，加上真侪民众软轿卡，互行程大延误。到天后宫的时间已经是13号半暝0点5分，整整慢了2点半钟。我要扔没有那个卡，这边没办法钻了，这边没办法钻哦。等一下，这边没办法钻。你退后，你小心哦，不要踩到。往前面走，往前面走，不要倒退走。原本大甲妈銮轿约定要自驾永乐街天后宫点半钟，但是因为时间伤晚，为了要耽误后续的行程，上尾敢若自驾2分钟就起驾出发，创下上短自驾时间纪录。为了防止抢劫冲突，彰化警方早就伫咧永乐街2边的人行道架起600边的车挡，还佫大批警力维护秩序。不过嘛是有一寡杀来杀去的状况，上尾去互警方阻止。红色的去后面，红色的去后面，刚刚给他掉了，干什么？经过一暗的赶路，13号拜六天光，大甲妈銮轿已经进入台中市。不过沿途嘛是有真侪民众软轿卡，预计礼拜下晡3点会来势大甲市区，东暗11点会到镇南宫安坐。台中警方嘛已经规划大甲妈绕境上尾2天，出动1200名的警力来疏导交通。记者台中彰化综合报道。